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9月13日，经验上帝与改变世界，人心坏，神知道。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7章15到29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箴言21章30到31节。上主若与你为敌，所有智慧、聪明、策略都与你无益。人可以招兵买马，准备打战，但使人得胜在乎上主。这个腓利普这一位先生他说，神对爱他的人都有他的计划，所以每件临到个别的事都是在他妥善计划行程中互相配合的。我们今天经文在到很精彩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昨天2个算是参谋哈，本来都是大卫的人，但是一个亚西多弗他是背叛大卫，然后他去到亚撒龙那个阵营，而户塞原来也是大卫的参谋，但是他是故意回到这个大卫请他故意回到亚撒龙的身边要成为卧底，然后在重要的时刻来说出那关键的话。那我们看到2个人都建议，但2个方向正好相反。亚西多弗希望建议赶快趁胜追击，让大卫没有机会喘息的时候赶快就把一网打尽。而户塞呢，正好讲相反的。而我觉得神很奇妙，是神的让亚撒龙心没有安全感。其实他一听，他应该知道亚西多弗他是一个战略家，其实他判断的是很精准的，但是他心又不安这个2位都是背叛，那我要相信谁？多问一下。户塞把他的那心中恐惧的那种就把他引出来了，说大卫你的爸爸以前多勇猛，你如果没有做实权的准备，你去万一被打，你整个就像骨牌效应了。后来这个亚撒龙觉得好像户塞的建议是好的所以今天继续这个就看到他们知道了，这个户塞把他向亚撒龙和以色列长老所提的建议赶快去告诉那个祭司，然后去通知大卫就说派人去说，今晚不要在旷野的渡口过夜，快点过河这样子你跟这个部属才不会被消灭，赶快过去。那时候呢，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单和撒督的儿子亚西马斯在耶路撒冷外围的隐罗基泉旁等着，因为他们不敢进城，恐怕被发现。那么有一个婢女经过了，经常来告诉他们发生什么事，他们就去告诉大卫。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少年人看到了他们，哇，这不得了了，竟然上帝这么奇妙2方都有人看到，一个是婢女，所以就赶快去告诉大卫；一个呢，少年人呢，看到了他们这些人，就赶快去跟亚撒龙讲。2人连忙跑去就是赶快这个间谍，大卫的间谍，赶快跑去藏在巴户琳某人的家中，院子里一个口井，还下到井里面。那个人的妻子很聪明，把盖上井口也盖好，在上面又撒了一些麦子，避免人注意。亚撒龙的官员一听到说这个消息，少年的给讲了，一定的冲到那里去，冲很快耶冲到那里去，也看到那个女人，他就问亚西马斯和约拿单在哪里他就说没有，他们过河去了。哇，那这个官员们加上官员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好吧，那就回去了。追捕的人走了之后亚西马斯和约拿单从井里上来，赶快去向大卫报告。
亚西多弗这个筹谋追击王的士兵结束，赶快渡河，趁他们还没追来的时候。于是大卫跟他随从就动身，就过了河。天亮的时候，他们就都过了河。其实这个是真的是很惊险，对不对？好，这个时机，你看，趁黑夜赶快过河，到白天就不得了。另外一方面，亚西多弗见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被否定嘛，就骑商旅回家乡去。他把自己的后事清楚的交代以后，就上吊自杀。这是在圣经当中很难得看到的，可见亚西多弗他心有多绝望。人就把他埋在他家族的坟墓里。押沙龙和他的部队过了约旦河时候，大卫已经到了马哈念，他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机呀。这押沙龙跟以色列的人在那边扎营，已经错过了时机。我们看到经文后来有一些人，他们也是来帮助，从各方面的人来帮助，是神差派给他们吃的带着锅碗被褥食物来给他们。我们的神很奇妙，当他的旨意要成就，他是能够调度万有。亲爱弟兄姐妹，今天这段的经文，我们心中有没有很大的信心，也有很大的震撼跟敬畏呢？我们有经历上帝吗？我们经历上帝是要改变世界，人心是会改变，人心很坏，神知道人心很坏，神用人的心，神不是要让人心坏，没有，而人因着罪行真的心很坏，神在他的计划里让我们好像是个别的事情发生，但其实我们都在成就神的计划，而他的计划是妥善的，在这个计划的形成中可以互相来配合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是这么奇妙？有，音乐牧师曾经到南部的一个教会我的好朋友他在那里牧会，他们教会要买一个灵修的营地，真是很奇妙，怎么样都不卖，但就因为地主做了一个梦，而这个梦是梦见耶稣，很奇妙，很奇妙，很奇妙。而本来他当天早上就已经要卖给一贯道，那块地要卖给一贯道的师傅，要盖一贯道的庙宇。但就在那天晚上，他梦见耶稣。他醒来之后我们知道那种情绪吗？他没有过那么平安过那你会说，牧师，因为牧师，那他怎么看过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贯道里面是有耶稣的，但他们的耶稣跟我们所相信耶稣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地主他很能够分辨，他甚至还在梦中问说，耶稣，你的意思是要我给一贯道5道合一他梦里耶稣进入他梦说，不是，你要卖给就在你这块地旁边有十字架的这间教会，这个教会的传道人牧师是一位女性。妙不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只能敬畏神神的计划总是完美的。我们来默想，我曾经在什么事件上经历且相信神
如何在整件事情上掌权呢？今天经历上帝与改变世界上，我会怎么做出决定呢？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调度万有，要成就一切美好的事，这样的改变世界，让这世界更能够认识你，这世界的福音能够广传到这世界，使人心改变，人心不再坏，而人心有福音，被福音来改变，经历你是这位美好的上帝。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